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今天我收到了一个苗族设计师寄来的一套新款的西部苗裙，这个苗裙据说是我最喜欢的蓝色，一起来试试看。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特别像那个公主裙的感觉。原来这个裙子呢，它是把它叠成一褶一褶的，做成百褶裙的效果，然后拉开来像一把扇子一样。这个呢，就是把它稍微放宽了，没有做成那种小的原来那种褶子，但是它蓬起来有一种很甜美系的公主裙的感觉。这个呢，就是我们西部苗族还有很多中国苗族都会有的一个围腰。这个围腰呢，它都是跟我们的裙子是同一个绣花的，这个上面是很经典的太阳花造型。太阳花呢是在我们中部苗族还有西部苗族中都会用的一个经典花型，比如说我们中部苗族他们头上戴那个大红花，也是对太阳神的一种美的一种崇拜。那这个就是我们西部苗族非常典型的太阳花纹，很漂亮吧？哇，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对襟的，我们少数民族的很多的传统服饰啊，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它就是有这个对襟，这是一个标志之一。汉服就讲究左衽或者右衽啊，我们苗族也有的是左衽，有的是右衽，它其实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讲究。这个呢就是我们围腰的后半部分的这个小燕尾，有点像那个西服里面那种燕尾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喜鹊苗那个做成小燕子的那种喜鹊的那种小尾巴就很典型。那像我们西部苗族就把它做成这种绣花的这个带式垂下来，像两个腰带垂在后腰一样，很可爱的。这个设计的新款呢，整体的配色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看过九妹其他的作品都知道，有一些西部苗族的衣服它是比较艳丽的，就色彩啊超过了3种以上，那种是比较多的配色，也是少数民族这种配色的习惯。那这个呢，它的配色主要是以蓝、红、黑为主色调，然后呢搭配了这个珠珠，这个珠珠也没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就是纯色系的这个珠珠，有点像银饰挂在这个帽檐上的感觉。那这个跟我们中部大家熟悉的那个贵州西江西户苗寨的苗族的这个头帽还是不一样的。它其实原来呢，它是象征的苗族的这个发型啊，这个头发盘在头上，只是说后面它一步步进行进化以后，又再用这个绣花进行点缀，就形成了今天西部苗族比较典型这个头帽的样式。好，我们来试试这套衣服的上身效果。